也没有那么顺，差点砸锅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猜我刚刚遇见谁了？Vivian。呀，这个扭过头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也是来赌郑总的，他也莫名其妙被淘汰了。一听说我是竞争对手，这女人立刻夹枪带棒，冷嘲热讽，反正说我们百博师出无名草台班子。郑婉莹最讨厌这种贬低别人、抬高自己的，算错了他。是啊，刚见面郑总脸色就不太好看，还好郑总最后选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试用机会。你们不知道我当时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。可是郑婉莹这么容易就松口，我总觉得大龙你们还有什么门道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咱已经打败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魏文，我说呢，郑婉莹怎么会蠢到选你们？原来百博背后有你在这撑腰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可不怕你了。你也在啊？啊，百博可真是垃圾回收站啊！也是，垃圾就应该跟垃圾待在一起。我真的很替郑总担心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你是大龙的千金，就算你把大龙折腾个散架了，你那有钱的老爸也承受得起。魏文，你见过什么叫丧家之犬吗？就是你现在这样，打输了还要嚷着全世界都知道，可笑至极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不就仗着你是……因为我是大龙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你觉得我会赢是因为我的身份，对吗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跟百博的关系没有人知道。你现在已经赢了，你当然说什么都可以了。如果大龙知道百博背后是我，那为什么百博会跟方达一样被淘汰？为什么孙淼姐要去赌郑总？为什么我要站在这儿跟你废话？薇薇，出来竞争，大家各凭本事。你对候选人的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，造成了失误，输不丢人，但至少给自己留点颜面。我告诉你，林窝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让我成为业内人的笑柄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到底是谁让谁成为笑柄？你不要在这儿颠倒是非黑白，行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我不怕竞争，再来一次，我照样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竞标为什么不通知我？怕你出手呗，我总得学着自己一个人走走路。那可不行，忙了这么久，总算有时间陪我逛街了。不行，还不行？你没听孙淼姐说吗？现在只是在试用。张总牵了个线，把一家投资公司介绍给了百博，我还得写方案呢。还有就是得想办法再拿出点活动资金，再来点投资。其实吧，不行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不能要你的钱。我可拿不出这么多运转资金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帮百博找到靠谱的投资人。可是这事孙淼也能做，而且我相信他已经在运作了。但是，多个人嘛，就多一份力量。云窝，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但是呢，术业有专攻，我是一个投资人，也是你男朋友，推荐那些有前景的项目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你有价值，百博也有价值，那就不要妄自菲薄。谢谢。现在有时间陪我约会了吗？不行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为了对得起你的眼光，我要更加努力才行。拜拜。